指挥中心按算对明仔载开始要来注自动的 BNT 疫苗，不过嘉义市5岁到11岁也未注预防性囡仔，大约有14000多人。中央所提供给因的，干那有8500多支 BNT 疫苗。嘉义市政府也讲，这数量确实是不够。5月25中央宣布儿童 BNT 会当开始做。嘉义市政府讲，目前因为当咧停课，加上25才是统计意愿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暗算6月初学校才要开放注射。总共才有8500剂，所以看起来这个数量是明显的不足，所以大概能够施打的人数不到60%。嘉义市儿童 BNT 疫苗，中央预计在5月27号星期五下货。那嘉义市的这个社区诊所施打儿童 BNT 疫苗呢，预计会在5月28号星期六开打。嘉义市政府讲，市内一寡国小甲幼儿园嘛有家己关内的学生，人数大约有14000多人，8500支疫苗确实是无够。边仔的嘉义县有意愿要住的人，大约有13000人。嘉义县政府明仔载伫民雄、大拿、埔子甲番路开放接种疫苗。我们先做第一波的一个开打，那之后我们陆续会在6日也会持续来做开打，所以在明天开打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把其他乡镇有开打的场次，我们一并会公布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目前接种疫苗的对象拢是有登记的学生，满5岁也未去学校，户口伫嘉义县的囡仔5月30会当去诊所来住，希望开2礼拜的时间完成儿童疫苗的注射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